当这个时阵，伊男名字是咱刘大元老师。大元老师伊是一个一代国手哦，阿嘛同款是咱的台语诗人。阮阿母的名，阿母姓陈，单名启，嫁予阮老爸姓李，煞叫做李旦启，意思不通偌好，阮名不通偌好。其实，阮阿母本正毋是叫做气啊，来气的气，伊是叫做气啊，受气的气。因兜生一寡查某囡仔，因老爸气到活要死，就加号做气啊。阮有一个阿姨叫蒙气啊，有一个叫蒙腰啊。其实，除了去看病，无人叫伊李旦去。除了身份证甲挂号证以外，伊还有两个名。阮兜这边的人拢叫伊布啊。阿母还未嫁来阮老爸因兜，有一天，按田因做事转来，看到囥伫大厅人形的大饼，听讲要嫁予一个情人仔囝，煞放声哭，哪亲像毋是咧办喜事，一个面凹嘟嘟，哪心无啊？布啊，就安尼，互人叫一世人。互人苦到到尾啊，搁互人呼出来，对应出来的，敢若一块碗甲一箱猪，就安尼，翁仔某。苦汤啉白米，番薯签搅盐花啊，目屎做饭吞。阮老母因后头厝拢叫伊看，有时叫伊金看。阮外公外妈真少来甲伊看。若有来嘛是大家你上我，我上你，目屎干好掉咧。阮大姨较接来，姊妹啊较有话讲，豆仔鱼煞食袂了。阮老爸有时叫伊布啊，有时叫伊看。翁仔某拍拼做事，无眠无日，欠长内度，毋甘愿互人看衰，阿母勤化家，学田学了搁学厝，囡仔请了一个过一个。阿母真早就来过身，骨头夫囥伫不时。早期迄一日，无读过册阿爸，看到新竹牌仔顶悬阿母的名，迄个反腐故林厝台的迄个师傅，
爱甲阿母的名，佮甲写予卡片内。抱个声，多谢。阮阿母的名。